年之前就传出台湾要开放日本福岛5个县市的食品进口，即嘛正式决定。不能自外依人，固步自封，不能无视国际标准、科学证据。2012年，日本3亿地动造成福岛核电厂事故了后，各国拢禁止在地5个县市的食品进口。不过因为各国拢开始甲规定放零，经过11年了后，台湾嘛宣布解禁。在回归科学证据原则，以及提出比国际标准更严格的安全规范来为国人健康把关的前提下，我们决定合理调整对日本食品长达11年的管制措施，由禁止特定地区改为禁止特定风险品项。对于福岛5县的可以开放的食品输入台湾的时候，我们会要求检具双证。在边境，我们对于5县所有输入的食品都会100%逐批检验。3个原则，搁加上3个配套，台湾绝对袂允准进口核载食品。罗秉成嘛强调，虽然甲关税放零，不过要是做相关的关税，各界嘛拢真关心解除限制，安尼对进一步和国际连接，搁有对台湾加入 CPTPP 更有帮助。加入 CPTPP 有很多的事情有待处理，乃至相关的困难都还有待克服。那这一步是一个要处理的前提或先决条件之一。我们跟日本没有交换条件。伫今仔日的记者会嘛宣布，经过10天的公告期，相近伫2月底就有可能看到福岛的食品进入台湾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